过来看。那就拜托你了。你拜托我们可以，那你要听我们的哦。可以。很严重了，我就想了。我听了你讲，我就知道很严重了。戴个手套。包摘下了嘛。好，你等一下啊。漏气了，孔子好大。我看一眼，漏气是什麼意思嘛？說的這句話，這個孔裡面呼呼啊，就孔裡面呼呼呼的聲音是吧？我沒有看到漏氣啊，你再大口出氣看看，鼻子出氣。這個不可能是1個月的事情啊，你肯定好久了。乾也就是紅嘛，我就用那個漂綠水，我擦了3盆了，現在弄進去，這個錢也難賺。現在我就不想治了，不想治了是吧？我這兒子壓力很大。你現在自己有沒有經濟來源？沒有，我這個現在好像我老公呢也是借錢3個月，這個瘋的，不能賺錢了。你現在家裡的經濟來源是哪裡？是什麼經濟來源嗎？經濟來源，我兒子可打工了。打工？對。你沒有什麼低保啊，這些都沒有，你沒有1個月沒有1分錢。他能不能夠幫我治好，把這個孔堵住？行，你來了你就相信我們。目前考慮，我覺得應該還是一個腫瘤的原因，把這個胸壁啊、肺啊，可能有侵蝕掉了。但是這個東西啊，第一個是我們水平再厲害，我們也不是神仙，我也不是一看就知道是什麼情況，我們肯定還是有一點基本的檢查要做一做的，好吧？這個哪怕經濟困難，這個也沒辦法。後續如果還要做更詳細的檢查，那該住院的就住院，因為住院你能報，好吧？門診的檢查費用是報不了的。可以嗎？我想住院。我說了，我先給你在門診完成一項基本的檢查，如果還要需要更複雜的檢查，咱們就再說住院，好吧？但是你還是要做好心理準備哦。你該治療要治療，雖然說你醫保啊能夠報銷，但是你自己肯定還是會要承擔一部分的費用的，這個還是要有心理準備，好吧？進開一個肺部以及全腹部的一個 CT， 要開增強，好多錢？1380。1000多塊錢帶了沒有？那我還不是，我帶了1萬多了。你現金啊？我都是帶現金的。你千萬不要搞，千萬別掉了啊！我帶了在學校的。可以，你這麼多現金，因為我們是不懂，沒多少讀書的。我知道，沒關係，我現在告訴你怎麼做，好吧？頭不要做嗎？做吧。腹部、肺部就只做一個 CT 啊，做一個 CT。那個 B 超一起做嘛？看仔細點嘛。B 超啊。沒必要做 B 超，你這個 B 超沒啥東西看的，你現在主要是裡面的問題。我看具體的，看還有沒有一個痣，要是有一個痣不好了，我就不治